觀眾生業緣品第三。爾時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，問地藏菩薩言：聖者，閻浮眾生造業差別，所受報應，其事云何？地藏答言：千萬世界，乃及國土，或有地獄，或無地獄，或有女人，或無女人，或有佛法，或無佛法，乃至聲聞、辟支佛，亦復如是。非但地獄罪報一等。摩耶夫人重白菩薩：且願聞於閻浮罪報所感惡趣。地藏答言：聖母，唯願聽受，我粗說之。佛母白言：願聖者說。爾時地藏菩薩白聖母言：南閻浮提罪報名號如是。若有眾生不孝父母，或致殺害，當墮無間地獄，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出佛身血，毀謗三寶，不敬尊經，亦當墮於無間地獄，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侵損常住，玷污僧尼，或迦南內恣行淫欲，或殺或害，如是等輩，當墮無間地獄，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偽作沙門，心非沙門，破用常住，披白衣，違背戒律，種種造惡，如是等輩，當墮無間地獄，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、穀米、飲食、衣服，乃至一物不予取者，當墮無間地獄，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地藏白言：聖母，若有眾生作如是罪，當墮無間地獄，求暫停苦，一念不得。摩耶夫人重白地藏菩薩言：云何名為無間地獄？地藏白言：聖母，諸有地獄，在大鐵圍山之內，其大地獄有18所，次有500，名號各別，次有1,00000，名字亦別。無間獄者，其獄成周，8萬餘里，
其城純鐵，高10000里。城上火聚，少有空缺。其玉城中，珠玉相連，名號各別，獨有一玉，名曰無間。其玉周18000里，玉長高1000里，飾是鐵圍，上火切下，下火切上，鐵蛇鐵狗，吐火持續。玉牆之上，東西移走。玉中有床，滿萬里。一人受罪，自見其身臥滿床。千萬人受罪，亦各自見身滿床上。眾業所感，獲報如是。又諸罪人，備受眾苦。千百夜叉及以惡鬼，口牙如劍，眼如電光，手伏銅爪，拖曳罪人。復有夜叉執大鐵擊，中罪人身，或中口鼻，或中腹背，拋空翻接，或置床上。復有鐵鷹墜人目，復有鐵蛇絞罪人頸。百枝節內，釋下長釘，拔舌耕犁，抽腸錯斬。讓銅灌口，熱鐵纏身，萬死千生。業感如是，動經億劫，求出無期。此界壞時，既生他界，他界次壞，轉寄他方。他方壞時，輾轉相寄。此界成後，還復而來，無間罪報。其事如是，又五是業感，故稱無間。何等為五？一者，日夜受罪，以致劫數，無時間絕，故稱無間。二者，一人亦滿，多人亦滿，故稱無間。三者，罪器叉棒，鷹蛇狼犬，對磨鋸鑿，錯着鑊湯。鐵網鐵繩，鐵驢鐵馬，生革落手。熱鐵梟身，饑吞鐵丸，渴飲鐵汁。從年警劫，數那由他，苦楚相連，更無間斷，故稱無間。四者，不問男子女人，江湖夷狄，老幼貴賤，或龍或神，或天或鬼，罪行業感，悉同受之，故稱無間。五者，若墮此獄，從初入時，
至百千劫。五者，若墮此獄，從初入時，至百千劫，除非業盡，方得受生。以此連綿，故稱無間。地藏菩薩百姓無言，無間地獄，粗說如是。若廣說地獄罪器等名，及諸苦事，一劫之中，求說不盡。摩耶夫人聞已，愁憂合掌，頂禮而退。